刑事法院的检察官以涉嫌战争罪，要求对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和哈马斯的高层发逮捕令。英国50年前发生严重的血液污染事件，造成3万人破病，3000人染着艾滋病，也是死刑官员过身。澳洲性别暴力的事件增加，指控警方是加强抓牵涉家庭暴力的嫌疑人。新南威尔士州4天就抓到超过500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新闻头起先来看上新的消息。新加坡航空一架波音777客机对英国伦敦起飞，半中路说是拄到乱流，伫咧下晡3点45分紧急降落伫咧泰国曼谷，上无已经造成1个人死亡，30个人受伤。根据外国媒体上新的消息指出，这架飞机是对英国伦敦起飞，要飞去新加坡樟宜机场。说是伫咧半空中拄到乱流，飞机进入紧急状态，临时改降落伫咧泰国曼谷。新加坡航空证实，这飞机顶是有211个乘客甲18个机组员，目前尚无已经有1个乘客死亡。这曼谷机场嘛已经出动医护团队全力救助。伊朗的总统莱西涉飞机死亡，国内城市举办丧礼甲悼念。因为这架失事的直升机是美国制造的，这拄则出代志的时阵，伊朗就捌找美国斗3工，不过是去互美国以后勤做理由来拒绝。人住伫伊朗城市大不里市，要飞过身的领导人祈祷，有民众伫过程中忍不住流目屎。日是伊朗总统莱西的丧礼第1天，当日伊甲外交部长等几名的官员伫出席活动了后，这直升机经过山区时发生意外，机内人员全部罹难。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就宣布，全国会为罹难者哀悼5天。联合国甲真侪国家代表也拢表达慰问。The Secretary General expresses his sincere condolences to the families of the deceased as well as to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针对发生事故的原因，通讯局搜救队初步调查推测，直升机可能是关掉，也是根本无安装信号系统。这台直升机是美国坐8221的机型，有伊朗前官员就指责，美国发动制裁，造成伊朗无法度买所需要零件，直升机才会发生意外。不过，就伫传出事故的第一时间，伊朗官方并无向友好的中国两国求援，而是联系美国请求协助。We were asked for assistance by the Iranian government. We did make clear to them that we would offer assistance, as we would do in response to any request by a foreign government in this sort of situation. 美国表示，长期尾拒绝协助伊朗，并不是因为美伊两国的敌对关系，而是因为后勤原因。美国也强调，莱西过身并未改变美国对伊朗的基本立场。佮指出谴责莱西侵犯伊朗政权。伊朗已经定伫6月28举行大选，到时阵会选出新的总统。外国媒体分析，无论什么人当选总统，伊朗对内甲对外政策拢未有真大的变动，因为长期尾决策权也是掌握伫最高领袖哈米尼的手中。公司新闻牛眼编译。以下战争继续咧炭烧，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暂时以涉嫌战争罪，也有危害人类罪，要求对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和哈马斯的高层发逮捕令。美国总统拜登是出面为纳坦雅胡辩护，强调讲以色列无犯种族屠杀。ICC 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20指控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以下战争内面涉嫌犯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要求发出逮捕令。The crimes include starvation of civilians as a method of warfare, willful killing or murder, and intentionally directing attacks against a civilian population. 另外，哈马斯的高层伫去年10月是毒袭以色列，台一般的民众白走人质，嘛犯同款罪行。That these 3 Hamas leaders are crimin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killing of Israeli civilians in attacks perpetrated by Hamas. 纳坦雅胡是杜讲这项指控是有够悍，哈马斯的领袖嘛驳称相关指控。美国总统拜登虽发表声明替以色列来辩护，强调以下双方袂当放做伙来比。What's happening is not genocide. We reject that. We will always stand with Israel and the threats against its security.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提出警告，表示讲国际刑事法院寻求逮捕令有可能会影响到加沙的停火谈判。美国的西方盟友大多数拢和美国是徛伫咧同一个阵线，认为讲逮捕纳坦雅夫是互人无法度接受。但是法国和人无共，已经表态支持国际法定的相关规定。那国际刑事法院批准检察官申请的逮捕令，120几个缔约国拢有义务，伫伊行去伫因迄国的领土时阵甲逮捕。不过因为以色列本身并不是 ICC 的成员，纳坦雅夫和伊的国防部长并无随风掠走的风险。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英国50年前是发生真严重的血液污染事件。在1970年代，这英国卫生单位是对美国进口血浆提供予这血友病患者使用，而且卖当予一寡手术的患者用。不过问题是，管这寡血的人有的是犯人甲食毒的人，这寡高风险的族群有的是已经带病啊。所以讲，这寡血若是送去英国患者使用，竟然就造成3万人破病，其中阁有3000人因为染到艾滋病也是死性的肝炎等等的传染病来过身。根据调查报告，迄当阵的政府甲前线医生竟然拢是知情的，这寡血明明就有风险，因有原是提供予患者来使用。咱真阵来看边啊，这张相片，这相片内底这寡人就是当初时的一寡受害者。英国首相苏纳克这阵就代表政府，甲这寡受害者也有家属会失礼，保证政府会赔偿。伊加这赔偿的总金额会达到4000亿的台票。不过，迄当阵是有一寡急症，也是讲资料已经无去的受害者，因为找无治疗记录，恐惊是真歹讨赔偿。People put their faith in doctors and in the government to keep them safe, and their trust was betrayed. 由前法官兰斯塔夫爵士主持的血液污染调查，20公布用7年的时间调阅10万外份资料，访谈5000外有看到的人所完成的7大册2500页调查报告。1970年至1990年代这段期间，英国因为血不够，为美国进口血加血的制品，无疑个部分进口的血是犯人加食毒的，这高风险的人捐的，有死性肝炎加艾滋病毒。国民保健署 NHS 无经过安全检验，就予白血病的患者手术的病患，也甲有新的负责人使用。报告指出，到1982年，当局已经知影血的安全有疑问，毋过选择隐瞒真相，甚至伫病人毋知的情况下进行临床试验。Over 30,000 people being infected with viruses which were life-shattering. Over 3,000 have already died, and that number is climbing week by week. 兰斯塔夫爵士指出，这件国民保健署1948年成立以来上届大规模的医疗灾难，不是一场意外，是为政府到上前线的医师明记知影过安尼做所造成的。调查报告公布了后，首相苏纳克伫国会议场讲，这是一天国家建效日，影响受害者甲家属会失礼，保证会转民生的赔偿。详细赔偿方案会伫2月公布，估计费用会达到100亿英镑。Today I want to speak directly to the victims and their families, some of whom are with us in the gallery. I want to make a wholehearted and unequivocal apology for this terrible injustice. 兰斯塔夫爵士2022年7月、2023年4月2届公布初期报告，都建议对受害者甲家属提供金额赔偿，已经有4000个幸存者甲7000个民众得到当局10万英镑的赔偿金。完整的报告公布了后，上大的在野党工党主席斯坦莫也表示会尽全力配合，因为这不是单一政党任内的代志，是历史共业。公司新闻汪慧文编译。澳洲最近性别暴力的事件是愈来愈多，像顶个月雪梨随机杀人案，这受害者的多数拢是女性。总理艾班尼斯就认为讲，这款状况已经达到国家危机的顶级。所以讲，最近警方是加强咧抓牵涉家庭暴力的嫌疑人。在新南威尔斯州，4天就抓超过500人。警察规大阵上门带走家暴嫌疑人，嫌犯互人逮捕的时阵，各对镜头比不俗的手势。澳洲新南威尔斯州警方顶礼拜执行大规模扫除家暴犯的专案，15至18，刚4天就抓到超过500人。A total of 3,735 ADVO compliance checks were conducted across the state, which resulted in 554 offenders
arrested and charged with a total of 1,070 charges. 互人逮捕的嫌疑人，查甫拢有，其中一寡男性嫌犯犯刑重大，亲像做出对妇女恶意踩踏、致使受害者变骨折的暴力事件。警察大动作执法，原因就是顶个月雪梨商场发生无差别杀人、凶嫌故意锁定女性犯案，引起社会议论。今年到目前为止，澳洲已经有28个女性死伫暴力的事件。 比起去年同期，14个受害者增加1倍，女性受害案真多，造成民怨。总理艾班尼斯也将性别暴力升关到国家危机的顶级，承诺要打击家暴，阻止侵害色情内容，并增加对受虐女性的协助。不过，家暴支持团体认为做这也无够。Women have already been doing a lot of work, you know, to try and it's not us. Women aren't the ones that are killing other women or, you know. Perpetrating that violence. 支援团体指出，逮捕施暴者也是提供受害者协助，这拢是事后的补救。不过，一寡家暴加害者也是唔知悔改，一犯再犯。因讲通货膨胀、大房欠缺、国家欠缺庇护中心，让妇女继续住伫受虐待环境。反性别暴力组织认为，必须进行更较侪健康的人际关系教育，对男性暴力行为进行更较侪研究，才会当为源头阻止家暴。公司新闻7万2编译。 印度德里将称到47度8，是这季上介热的一天，而且可能是会一路热到9月。另外，中美洲的国家瓜地马拉首都附近的山区最近是大火烧，这 PM2.5营业超过正常的标准41倍。 天气有影烧热，水高远出现大量的磷条，落水马透放一个。印度的热浪愈来愈长，英国是对3月份到6月份，如今要到9月份，也就是讲湿热的日子还未结束。印度的气象局表示，今年会经历更较久、更较激烈的烧热天气。 जो फैमिली के साथ में या ग्रुप के साथ में आज वाटर पार्क में आए हुए हैं एंड काफ़ी लोग मॉल में जाना पसंद कर रहे हैं थोड़ी ठंडक वाला माहौल और थोड़ी शॉपिंग भी हो जाए। 才到迄天，德里纳加夫吉尔区记录到47.8度的高温，这一天18个国家的首都区有10大气温超过45度，包含德里甲附近的北方邦、哈瓦那邦、拉吉斯坦邦的部分地区。德里28日上高温44度，也若根据预测，未来几天印度的西部甲中部部分地区会出现新一波高温天气，伫首都未凉水的反那也热到无想要做生理。 गर्मी तो बहुत है सर गर्मी के कारण तो मन करता है कि काम भी नहीं आऊँ फिर भी आना पड़ता है क्या करेंगे गरीब आदमी है तो करना तो पड़ेगा ही 伫即个烧热的天气发生的时，印度总统大选第5轮投票嘛，伫20开始，真侪民众表示天气伤热，出门无爽快，也无想要排队，尤其是老大人惊掉沙，当局延长投票的时间，并且要求做好防拍，避免掉沙。 另外一方面，中美洲的国家瓜地马拉首都瓜地马拉市，因为四边的山区发生森林大火，浓烟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 ，PM2.5高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空气品质标准值的41倍，达到危害健康的程度。教育部下令所有的公私立学校甲相关的教育部门，拢要暂停室外活动。附近的国家洪都拉斯也受到影响，洪都拉斯政府也下令全国的公私立学校对21到24停课。 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印度当日国会大选，不过有穆斯林的选民竟然发现讲家己无伫咧选民的名单内底，甚至是有人登票迄天去互警方拍。因为这总理莫迪即站是有真侪破印度教打压伊斯兰教的作为，所以讲这民间团体就已经发起抗议，指控莫迪煽动仇恨，害穆斯林投票当着真侪困难。 印度北部北方邦这座城头，过车加拄投完票，不过村民对迄当时发生的代志犹原是心惊惊。初次迄天，大批警察突然去投票所，指控有人摕造假的选举物件刷落来，就动手拍人。They beat me and took my election card. Even she was beaten up. She was hit on her leg. They were thrashing even old people, women, everyone. 这座城头有5000人是穆斯林，村民认为警方针对性真明显。 No one was Hindu. Everyone who was beaten up was Muslim. There were at least 30 to 40 people. They all had sticks and rods, and they just started beating us indiscriminately. Voting is my right. That's why I went back and still voted. 除了警察拍人，印度媒体顶日也报道，估计特拉邦有500多名的穆斯林，因为无放地伫投票日名册，煞无法度投票。民间团体批评穆斯林投票真困难，甲总理莫迪煽动仇恨有关系。
और पहले जब उनकी सरकार थी उन्होंने कहा था कि देश की संपत्ति पर पहला अधिकार मुसलमानों का है। इसका मतलब ये संपत्ति इकट्ठी करके किसको बांटेंगे? जिनके ज्यादा बच्चे हैं उनको बांटेंगे। 一寡选举乱象已经互通报予三委会，不过主管机关到党拢无作为，民间团体已经发起抗议活动。If they had a spine, they would feel embarrassed. They don't, because they are not doing anything. They are all appointed by this present government without any fair process, and they are delivering what the government wants. 经选委会主席烦恼，选务机构若无采取行动，恐惊会予选民降低信任感。当愈来愈多人对选举的自由度甲公平性有疑虑的时，恐惊会对印度民主造成真大伤害。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美中贸疫战扩大，都好去互美国厝边墨西哥扣着，因为亲像咱台湾的鸿海，也有美国的特斯拉等等的企业，拢搬去墨西哥设厂。墨西哥去年嘛取代中国，将做美国进口上侪物件国家。伫墨西哥东北部新莱昂州的这间金属加工厂，工人当地为气候订做各种零组件，因为美中贸易战的冲击，当时为了闪疫情期间供应链中断的恶梦搁再发生，有愈来愈侪企业选择到墨西哥设厂。La realidad es que nos da una versatilidad, uno por la ubicación geográfica, estamos en un sitio privilegiado a nivel nacional por la cercanía que tenemos con la frontera para poder exportar al principal mercado que es Estados Unidos. 那中国企业拢到墨西哥设厂，和中国制造变做墨西哥制造，会当闪过美国高关税甲制裁，包括台湾的鸿海集团、丹麦的玩具头人乐高，也有美国芭比娃娃制造商美泰，也拢加入墨西哥进化外包的行列。设伫墨西哥的生产线，除了因为搁较靠近美国市场，会当节省运费，也有劳力成本较俗，有北美自由贸易保障这个优势，也使得去年墨西哥的外国投资创下历史的新高，超过360亿美金，其中有38%拢为美国来。Pues la ciudad, la zona, la región, pues está creciendo, se está desarrollando cada vez más y eso también son grandes oportunidades para toda la población. 墨西哥伫去年拼赢中国，变做美国上界大的进口来源国。不过当地厂商是讲，墨西哥也必须伫基础建设、交通加水电的供应这方面加强改善，才会当应应外来投资正大而且常态化的需求，进一步伫新世界经济特殊会当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第77届法国坎城影展顶礼拜开幕，颁发这终身成就奖，予美国影后梅丽史翠普。这面部色卖颁发这项荣誉，予星际大战的导演乔治卢卡斯。这回坎城影展除了有真侪精彩国际作品，和咱台湾有关系作品，亲像是台湾籍的导演拍，也是编剧写的，甚至是有台湾演员伫咧内底电影入围真侪单元。亲像咱即阵边看到即寡，拢是台湾的荧光。也有美国电影《纳什太阳宫》入围这国际影评人奖，伊的编剧甲演员拢是这位优秀的台湾演员吴可希。咱这回来看这场影坛盛事。坎城影展开幕典礼，伫咧红地毯两边顶用棚台掩影大军，真罕见的拢点点，无亲像以前拢大声喊休，叫名气越头欢喜。这拢是因为要互大名气梅西，会让展现伊的魅力。去年伫电影《坠落恶象》以超神的演技，得到9金棕榈奖，也捌去参加过美国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配合边境牧羊狗。梅西受邀请做今年影展开幕式红地毯的开场来宾，高水的模样，互大家看了拢笑眯眯。另外，法国影展承受了性暴力的风波所带动的MeToo事件，今年继续炭烧。中国会伫咧参议院听证会，呼吁政府成立影视产业性暴力事件调查委员会女演员，法国MeToo运动代表性人物之一的朱迪斯·戈德雷奇，16坎城海沙堡电影院就放伊所导演的讲性暴力受害者故事的短片MeToo，现场内1000位有共款经历的男男女女。Merci beaucoup, c'était un moment absolument magnifique, vraiment magnifique. Et il y a beaucoup de participantes et de participants qui sont là, qui sont partout et qui sont venus de la France entière pour se voir ici ce soir. Et c'est vraiment un moment magnifique.
参加今年金棕榈大奖的电影作品，将会由宝贝的女导演格里塔·杰维所出9个人的评审团负责评选。入围的22部电影内面，只敢若4部是女导演。伫开幕之天，也个颁代表终身成就奖的荣誉金棕榈，和美国的资深影后梅丽史翠普。伫闭幕式也会颁予《星际大战》的名导演卢志乔卡斯同款的演技。因那电影代表性的作品《教父》系列的导演法兰西斯科波拉，用40年的时间筹备，家己开1亿2千万美金所翕的新作品《大都会》入围参选，是正受注意的焦点之一。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洛西亚过去较瓦近西方文化，不过这几年南韩的流行文化当兴，这少年人拢兴学韩国的舞蹈甲韩国音乐。莫斯科迄边就一间 K-pop 舞蹈教室江南街舞，这本地学生是50个，这阵竟然已经有几2000人。洛西亚首都莫斯科举行的亚洲文化庆典，约20000外个扮作是动漫人物的少年人。有的穿日本传统的和服，有的举假的武士刀，伫咧做动作。因伫咧卖各种无共动漫纪念品，还佫卖装塔用品的单位来去。受到罗西亚乌克兰战争的影响，欧美的文化娱乐，亲像电影、甲音乐等等的产品，伫咧罗西亚市场大落车。取代的是南韩、中国、甲日本等等国家的流行文化，特别是韩国的风潮。2016年，伫咧莫斯科成立的 K-pop 舞蹈教室，江南街舞的马拉克西娜，英国拢也真够工，甲学员解说韩流音乐的风格。不过，即马伫咧莫斯科每一个购物中心甲商场，放送的拢是韩国的音乐。Раньше у нас было всего 2 группы, и мы снимали почасово залы, то сейчас у нас 3 огромных филиала в Москве, есть еще филиалы в других городах. Мы делаем огром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масштабных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как для своих учеников, так и для людей, просто увлекающихся кей-попом. И помимо этого у нас сотни, даже тысячи учеников сейчас. 江南街舞是目前洛西亚规模上大的 K-pop 舞蹈教室。每一年定期会为学员举办演唱会、甲街舞比赛等等的活动，甚至会为介意韩国音乐的人来做要去韩国的旅行团。Ну, так как я кручусь,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в азиатской сфере, да, то есть я каждый раз прихожу и вижу, что все подростки, с которыми я общаюсь, они в основном увлекаются Азией.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вот именно азиатское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куда быстрее, чем даже в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ах или в той же самой Америке. Как будто здесь люди больше к этому, то есть, привыкшие, может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нас тоже страна большая, у нас и азиатский регион тоже есть. 舞蹈教室2点钟的介绍是606部，等于是台票211块。甲东盘小酒伫咧停车场拍音乐录影带的小路表示，跳舞会当互伊感觉伊甲偶像内心的生活是堪捌做伙的感觉。就亲像伊嘛是 K-pop 并且团体内底成员之一。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困眠歹是真侪现代人的问题。根据研究，真侪人是会听白噪音来放松，而且根据声音的波长，各一款中价频率，叫做水红仔色噪音。这听起来那亲像是落雨声，也是水流声，会当帮助困眠。咱做伙来了解。这是咱真熟悉的白噪音，真侪人是用伊含外界的杂音加起来，放松心情，提升专注力。不过因为波长无同，噪音毛色水无同，咖啡色的噪音是较低较强烈，青色的噪音是伫白色和咖啡色之间。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当在找会当促进侵占困眠的理想背景的噪音，发现讲这比白噪音更较柔，中价频率听起来敢若是落雨，也是流水声的粉红仔噪音，因发现伊的效果上好。The reason why we use pink noise is because the distribution of sound frequencies mirrors the distribution of brainwave frequencies we see on the brainwave tests on a sleep study during slow wave sleep. What we're trying to do with this research is to stimulate or boost slow wave sleep, which is one form of deep sleep. 困眠品质的好歹会当影响到人类的健康和记忆力、专注力。现代人拢真晚困，困眠的障碍嘛愈来愈普遍。真侪人是惯势伫困前听一寡轻音乐，还是上半只宗教冥想音乐，互家己较放松。对各种色水频谱的背景噪音的研究，虽然比起来是真新的领域嘛，真受关注。In older adults, we can enhance their slow waves, and that they have better memory recall after sleep when they got the sounds versus
after sleep if they did not get the sounds. 研究人员讲，这项研究除了会当促进好的困眠，可能佫有较侪对健康的好处。即马各种主流音乐的应用程式，都已经会当找到白噪音和混合噪音的放送表，表示讲支持者真侪。专家提醒讲，若是要用来互家己困眠较好，会记得爱用大把棒，毋是用耳机，才袂去损害听力。公司新闻时会中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明仔载再会。